個世界之間，係兩個世界之間。Between two worlds， 有啲嘢睇唔到，變新鮮，規則寫低咗，但真實藏喺暗角。Hidden truth in between， 學識點樣適應 to adapt， 未講出口嘅 unspoken word 先至最重要，未寫低嘅乖 rule 先至決定一切 decide everything。 Hello， 歡迎嚟到 Between。 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傾一個問題，一個公司量度到嘅成本係咪佢實際上承擔嘅全部？喺大多數供應鏈嘅中間，有一個決定，睇落好似係技術性嘅，其實係財務性嘅；睇落好似係財務性嘅，其實係組織性嘅。嗰個決定係公司應該持有幾多庫存，去對付一個預測可能會錯嘅可能性。呢個緩衝嘅技術名稱叫做安全庫存，佢誠實嘅名稱係保險。你持有佢，係因為你知道需求唔會完全按照預測呢度，因為當需求出乎意料咁高，而你手上冇貨嘅時候，係要付出一個代價嘅。安全庫存就係你為咗對抗呢種不確定性所付嘅保費。方程式話你聽，喺需求變異性同一次缺貨嘅成本相對於持有庫存嘅成本已知嘅情況下，呢個就係一個合理嘅緩衝。方程式睇落好乾淨，但係佢產生嘅決定一啲都唔乾淨。喺同一個倉庫，同一個時刻，兩件事可以同時發生。一條走廊有太多貨，產品堆到天花板，喺一個事後證明錯咗嘅預測基礎上到達，停喺度累積住持有成本。三項之外係另一種問題，應該擺住一件快速走貨嘅產品嘅位置上係空嘅。一張客戶訂單啱啱嚟到，但係冇貨可以出。兩種失敗同時存在，呢件事並唔係例外，而係一個試圖服務住一個建立喺不精確預測上嘅計劃嘅庫存系統嘅日常狀態。過量嘅嗰邊係一個朝一個方向錯咗嘅賭注，缺貨嘅嗰邊係一個朝另一個方向錯咗嘅賭注。而喺大多數組織裏面，只有其中一個會被認真管理。持有庫存嘅成本係可見嘅，佢會出現喺資產負債表上面，佢會流入財務比率裏面，佢會喺季度報告裏面被檢視。持有庫存嘅成本，被綁住嘅資本，被佔用嘅倉庫空間，產品喺移動之前變成過時嘅風險，每年大約去到庫存價值嘅20%到30%。一間持有大量庫存嘅公司，係每年真真正正咁付緊一筆可以量度得到嘅費用嚟維持嗰個位置。缺貨嘅成本，大部分係唔可見嘅。當缺貨發生嘅時候，嗰單冇成交嘅生意喺大多數庫存管理系統裏面唔會留低任何記錄。買唔到嘢嘅客戶唔會產生一個項目，財務後果會分散。當期收入輕微降低，緊急運費輕微上升去補呢個缺口，接落嚟幾個季度客戶流失輕微增加，全部都會被歸屬到其他預算項目，冇一項會被追溯返到嗰個空咗嘅貨架。呢個先係最難察覺嘅一件事，你冇辦法睇到一件冇發生嘅事。研究員追蹤緊嘅從業者叫做庫存扭曲嘅嘢，即係太多同太少加埋一齊嘅全球總成本。2023年嘅數字接近2萬億美金。喺呢個數字入面，缺貨造成嘅經濟損失
大約係過量庫存嘅2倍。更大嘅損失就係嗰個唔被量度嘅損失，而唔被量度嘅嘢唔會被管理。有一個令缺貨嘅隱形成本變得具體嘅方法，從業者叫做流失率，即係當一件產品缺貨嘅時候，失去嘅潛在銷售嘅比例。你將有貨期間嘅平均每日銷售同無貨期間嘅平均每日銷售喺同一個季度同一件產品嚟做比較，個比率可以好觸目驚心。研究顯示，當一件產品缺貨嘅時候，接近一半嘅預期購買會流失，客戶唔會等，佢哋會轉去別處。對於一間喺產品上跑住99%以上有貨率嘅公司嚟講，呢個比率意味住每年幾百萬計嘅收入損失，一個大多數組織從來冇計算過嘅數字。唔係因為佢哋唔可以計，而係因為計算所需嘅資料架構，將每日庫存狀態嘅快照同銷售記錄配對埋，好少有公司起過。你冇辦法量度貨架冇賣出去嘅嘢，呢個不對稱嘅後果係可預測，已被記錄嘅。過量庫存會被管理，因為佢會出現喺財務報告上面。削減安全庫存嘅計劃擁有可量度、即時可量化嘅上行空間，釋放營運資金，減低持有成本。過度激進削減安全庫存嘅成本係概率性嘅，係未來嘅，係彌漫嘅。佢最終會出現，但係以一啲唔會被追溯返到原本嗰個決定嘅方式出現。優化可見數字，而唔會計嗰個唔可見嘅數字嘅組織，並唔係喺管理庫存，佢哋係喺管理一幅局部嘅畫面，而喺組織其他地方吸收住嗰個消失咗嘅一半嘅成本。安全庫存，如果正確理解，並唔係只係一個物流嘅緩衝，佢係公司對自己嘅不精確所採取嘅一個財務性嘅倉位。問題唔係應唔應該持有呢個倉位，預測會錯，某種程度嘅緩衝始終係合理嘅，而係呢個倉位應該有幾大。以誠實咁回答呢個問題，需要你可以睇到成本嘅兩邊。大多數組織只能睇到其中一邊，就係咁。我哋慢慢學識 slowly learning， 適應隱藏生存 adapt hide survive， 喺份 K 裏揾到自己 in the gaps between， 我哋繼續前行 keep moving forward， 留低啲空間，留低啲寄望 leave question， 唔係所有距離 not every distance needs to be closed， 有啲縫隙Our answers themselves